53岁张友锦做职能科技30多年，3年前返乡种草园，而且用科技化的方式坚持不用化学肥料，还有农药。像草莓就是已经比较少吃到，然后吃起来跟一般草莓不一样，特别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张友锦嘛有饲500多只鸡仔，看册找资料研发一捆，加入鸡屎发酵，变做高营养的有机肥。有机的种植方式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去调肥、养菌、养好之后，每天用滴灌的或用喷洒的，其实一点农药都不需要用到。乡公所嘛讲，国姓乡种草园上青的时期有30多公顷，不过因为气候变迁，种草园真无简单，民众嘛逐年减少卖8公顷。真欢喜会当看到农民投入种草园的栽培技术研发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